我就在公园，你干嘛打我啊？人生在世，很多事情是没有理由的，所以我们要坚强的活下去。加油！妈呀，人出生啦！哎，等我把你告诉我。哎，我要的不是这种感觉，我要是那种抓拍。这样。兄弟，男人嘛不要怕，勇敢一点，怕啥坚强一点，有话当面说的那种。跪下！双手举起来，闭心，离人一点。啊，好，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个是特别好吃吧？来，再来一个，别动，闭心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老婆。喂，老公。哦。你在哪呢？吃饭呢。跟谁在一起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怎么了？你说。我在商场里面刚看到了一个包包，8000块钱，你给我转一下好吗？哎呀，不要再给我买手表了，我不用了。不是给你买的，是给自己买的。老公，又卡了吗？喂，老公。关了没有？好吃喝是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哎，你还能找见地方是吧？哦吼，哎，你给我听着，我给你放啊，你往前直走，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右转，那个地方有个转盘，然后一头脑到底，这里有空档，听懂了没有？哦，我再给你放一遍啊，你往前直走，然后右转，那个地方有个空档。你们两个都很优秀，但是公司现在只需要一个人，所以你们两个中间只能选一个。这样吧，我问你们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们有什么特长？啊，我有篮球、足球都有自己特长。那你呢？我加班时间特别长。第2个问题，你们每天来公司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打开电脑做今天的计划。很好，那你呢？开门，因为一般我都是第一个到公司的。第3个问题，你们每天下班之前最后一件事做什么？关门。我想当公司最后一个走的人。好，你呢？打开电脑，把没做完的文件拷到 U 盘里面，带回家做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什么意思啊？走了不长眼，你撞到我老婆了？怎么是你呀？你不是说已经跟他分手了吗？你不是说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了吗？是我贱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是你贱。这有一点脏。你好，我是灯神。你能满足我的财的愿望是吧？你先满足我的一个愿望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穿一次你的喇叭裤。哇，该实现我的愿望了吧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我跟你说，我对现在的生活特别不满意。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变得有钱，但是我可以让你拥有理想生活。变。哦，原来是梦。我就说嘛，哪有这种好事？还拥有理想生活？啥？理想生活千万条，清空购物车第一条。喂，我好多礼物，原来都是名片我呀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喇叭裤呢？我怎么找到它？睡觉。
得到理想生活了吧？还想要什么？把我的喇叭棍还给我。这样吧，这个喇叭棍你就送给我，你点证上天猫能给你大红包。那我们就吃个面吧。啊上次我请的客，上次也是我请的客，这次该你了啊！啊，该我了。说好啊！上次我忘带钱包了，这次我肯定买。哎，这个面真好吃啊！等一下啊，又咋了？我的钱包又丢了。没事，兄弟，你可以用手机支付。对啊，服务员，我用这个手机支付，不用找了。别废话，要是没钱留下来刷碗。我们有钱，过会儿再付啊！你先忙你的。有钱？哎，你在开始玩手机了？你不用管。支付宝到到了500元。兄弟，服务员过来结账。我们刷碗也可以，别再用这些东西结钱噻，现在骗局多得很。你在说啥？你看啊，这是我刚赚的钱，你再把游戏的链接附上发给你。啊，那看，晚上请你吃饭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骑马能减肥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保证能瘦下来，如果瘦不下来呢？全额退款。哇，那就太好了。走，这个码行不行？可以。燃烧我的卡路里，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火锅米饭大盘鸡。你这个骗子！你不是说骑马能瘦下来吗？我现在根本就没瘦。啊，你没瘦下来是吧？对啊你胖了是吧？对啊。走。你说瘦了没有？有人。瘦了没有？你没瘦，但是我的马瘦。算了吧。有一个。来，宝宝，我们两个喝一个，来。这样行不行？我们玩个游戏，把所有人手机放到桌子上面，如果谁的第一个响，喝完一个大乌苏。不要，太无聊。反正我没女朋友，也不玩游戏，更没人关心我。那就这样吧，如果你们的手机响了，你们喝完一个大乌苏，我的响的话，我来买单。来，我的手机，来。朋友不常聚，常聚喝乌苏，记得不要玩手机啊！老公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捉迷藏。你找我还是我找你？你找我，如果你找到我，我下辈子还嫁给你。行，来吧。好，走。老婆好了没有？那我数3啊，1、2、3。在一瞬间，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。老婆，老婆你在哪？老公，老婆，老公我在这儿，老公我在这儿。